請各位記得俾 like、share 同埋訂閱，係免費㗎，只要撳埋個鐘仔，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講起石硤尾，好多人都會諗起1953年平安夜嘅石硤尾大火。香港嘅徙置區就係由嗰場火開始嘅，因此石硤尾俾人嘅印象就係貧窮。但係呢個表面貧乏嘅地區，其實係充滿咗人情味。其中一件事就係發生喺石硤尾大坑東一間中學嘅側邊啦。身在此山043，石硤尾的人情味。喺學校旁邊有位伯伯喺嗰度賣雪糕賣咗60年，後嚟由於太老，屋企人送咗伯伯入住安老院，於是校友會就同校方商討，決定將伯伯嘅雪糕車永久放置喺校園裏面嚟做紀念。再後嚟，雪糕伯伯離世，校方接納校友會嘅提議，隆而重之咁清理好失修嘅雪糕車，連埋伯伯放喺車側邊接椅坐墊上面滋生出嚟嘅一棵不知名植物都移植校園，等伯伯嘅精神永遠唔離開佢所喜愛嘅中學生。點解雪糕伯伯咁受校友愛戴呢？畢業多年仍然對佢咁長情。原來好多校友都記得當年喺學校犯錯，俾老師鬧而唔開心嘅時候，午飯時間去幫襯伯伯，佢總係笑眯眯，好有耐心咁聽佢哋呻。每次發完牢騷，食翻啖冰凍嘅菠蘿雪條，唔單止消氣，兼且透心涼。伯伯唔使講嘢，就成為學生最好嘅心理輔導員啦。喺同一條街擺賣60年，雪糕伯伯見證住周圍環境嘅變遷，睇住大坑東嘅徙置大廈由住滿細路到剩返老人家，睇住城市大學落成，仲睇住又一城附近慢慢變成豪宅區，而佢都變成嗰條街嘅一道風景。街坊同埋學生只要見到佢，就會覺得心安。嗰間中學嘅校長仲講，歷任校長上任都會拜會雪糕伯伯，因為伯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學生嘅心事。拜會一詞用得真係好啦，係啊，校長貼地先至可以從學生嘅角度去睇佢哋嘅需要。雪糕伯伯無心插柳，變成師生間嘅橋樑。學校仲準備將雪糕伯伯嘅事蹟編成教材，等一代又一代嘅學生知道，曾經有個好平凡嘅小人物，同啲同學建立咗咁深厚嘅感情，變成學校歷史嘅一部分。唔知嗰份教材編好未呢？如果編寫成功，相信就係最好嘅情感教育啦。